这个羽毛球男子双打李勇、王泽林伫巴黎奥运拼到金牌，这个悠悠卡的公司特别做卡来纪念。这特chế林用皮的悠悠卡开始卖咯，为着要来防止着恩牛，所以限时无限量。 2点的时听到这个声音，敢是会加真有精神。你的愿望都实现。电子票券公司甲啦啦队的成员林湘合作，互你逐工拢会当听到林湘爱的鼓励，偶像的魅力，这个客群真大，冇人上准奥运的上机。巴黎奥运羽球的旋风拢变成悠悠卡来纪念羽球男双林用皮限定卡，限时购买不限量。进前电子印的卡嘛真热门。不管是小戴也好，羚羊也好，因为它其实是代表台湾去争取到了无上的光荣，台湾民众应该也会抱持着非常喜爱的心情去购买。唔那奥运英雄，连日本真情的 IP 之一卡哇嘛真抢市。昨一个上市，真侪民众拢收钱买，甚至伫网络购出现黄牛，介绍拢塔几倍。 蛮多的、到处都有。会想买黄牛的那些人，就是还是会想尽办法。对，是蛮难抢。而且网络上卖的都超贵的，就是现在卖的。现在卖很贵，对吧？实名制比较实际一点吧，跟演唱会一样啊。其实大部分的商品在上市的时候都会先抓一部分的现货，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开卖之前非常精准的预测说这个东西到底会有多少实际想要的群众，所以如果像碰到这种比较热卖的情形，或者是说市场给我们反应非常热烈，我们就会加开限时不限量的预购。回应社会大众的期待，嘛无要互黄牛有机会去黑白化价。造型的电子票券展现个性，买当定中特定的回应，增加通勤的趣味。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